去年4月，有一个富人人，伊伫在台北捷运南港电脑馆站坐这手滑的电梯，可能是无滑好势，就安尼倒向下，害后边2位小姐受伤，互依照过失伤害罪起诉。树林地方法院做出判决，认为这个富人人有确实也毋是真心悔改，依照过失伤害罪，甲伊判拘役50天，会得用罚金5万块来代替。去年4月11早起，监视器有翕到姓林的富人人伫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内准备坐电梯去哩，结果富人人好亲像手无滑好倒向下，富人人后边2个查某人嘛好跌受伤。虽然地方法院依照过失伤害罪判富人人拘役50天，会当一个罚金5万。老人家你要一天给他花个那么多钱，除非他有积蓄啊，要不然的话他根本拿不出来嘛。法官都是看证据的啦。就是看谁错谁对这样子，法官也不会乱判的。富人人的后生替妈妈发案，讲妈妈已经70多岁啊，坐电梯的时阵唔知挖伫手环，都是烦恼会徛袂在。4年的富人人是讲手环甲起来的速度无共，唔知一时抓无准倒向下，过事件稍有意外，会个上诉。我也唔知我是安怎跋倒去啊。那会甲破下洞啊，搁上诉啊。不过法官勘验监视器，发现富人人正面顶身挖伫手环，正手无甲手环勒好按，唔知弄到后边2个民众。不过富人人否认对赔偿金额嘛无强势，才做这个判决。至今仍否认犯行，而且没有跟告诉人达成调解或和解。本院审酌被告的过失情节，还有他的学历、知识程度、财务经济状况，量处拘役50日，可以一个罚金。针对法院判决结果，富人人要搁上诉，只是坐电梯上好也是手环勒好按，脚翘好踩，才会当避免发生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